再来看教育部早起公布113学年国大专校院新生的注册率哦，拢比去年较悬。全国是有8间学校注册率是100%，也毋过有9间学校的注册率阁无到60%。113学年度开始，私立大专校院已经无专案辅导学校，佮加上考大学的学生比去年增加2000多人，私立基专增加寄存的名额，这因素互113学年度国大专的新生注册率普遍比去年更较好。财务状况目前还 OK， 但是预计撑不到117的学校都自己陆续转型了嘛。那像去年高院也给抬纲了啊。成大、清大、阳明高大、中大、大科大、北科大，也各有2间宗教学院的注册率是100%，注册率无60%的有9间。真理甲大业是连续3档无60%，前几档注册率剩3-4%的圣约翰科大，经过董事会定做标准科系，甲今年学费有补助，注册率是有到62.43%。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，包括校务评鉴、追踪评鉴，我们也都全数通过，那注册率也拉起来，董事会在挹注经费，所以我们就从软硬体方面去着手改善。新学辅导专家讲，注册率低的学校，排除教会学校，也是以中南部毋是都市的私立基职学校较济，也基职学校当中又搁以卫生护理类为主。同测的会护类考生持续的一些在减少，那这部分恶化蛮严重。卫家辉表示讲，注册率早就加入境外生，佮加上寄存的名额，袂当做学生选学校好歹的重要依据。也整体来讲，学生的分布、甲科系专业的对应，教育部也是欠长期有策略的规划。记者台北报道。